又到咗交易現場時間啦。咁港股咧先跌後回穩嘅，咁早段咧跟翻亞太嘅股市跌超過200點，但係之後咧一度倒升翻10點嘅。不過目前嚟講比較反覆啲啦，仲係跌翻啦67點，做23,785點嘅。咁成交方面咧去到525億幾，繼續都係幾暢旺下。咁睇睇會有港股情況啦。咁排第一位係工商銀行啦。咁琴日咧就連續咧急升之後咧，咁見到股價今日咧就稍為咧係回順翻，剛才倒跌過啦。目前嚟講咧就跌1個先，6個3毫4㗎。咁中行今日發力啦，咁升翻5個先，升幅係1%。咁港交所升成5個9啦，咁有1年新高以上啦。咁至於就匯控跌翻1.05先啦，中移動今日都偏軟翻，咁跌翻2毫子，兩隻咧琴日帶動大市之後咧都係回軟翻嘅。咁睇埋期五隻，包括建行跌1個先啦，7個3毫7啊，中人壽企穩翻，咁係35蚊附近嘅。A50中國基金升1毫6先，升幅係1%。稀土咧就今日復牌之後犀利啦，咁先跌咧就後回升嘅。咁其實咧事關咧就涉及配股啦，咁但係咧就傳聞咧股神巴菲特咧就係入股下，咁但係暫時都未知道消息係咪屬實，咁股價炒翻上嚟啦。惠理集團亦都涉及配股啦，咁股價跌咗超過半成嘅。其實今日藍籌嚟講咧，有啲都玩追落後概念嘅，例如隻富士康啦，今日急升成半成咁多㗎，高位做過6個1毫3，咁港交所嚟講高位做過185個9添嘅，咁亦都去到1年以上高位。其他幾隻咧，包括騰訊啦，又咬腰上翻嚟，咁升翻咧2%，咁逼近翻咧188蚊水平嘅。咁港鐵啦同埋隻太古又1年新高，港鐵做過31個3，咁至於太古嚟講高位做過112個8，目前仲係升緊1蚊嘅。至於內銀股方面咧，睇份報告啦，將會喺2個星期之後咧就會公布第3季業績啦。花旗估計純利平均會有3%嘅增長，咁但係息差嘅擴闊步伐留意翻啦，可能會放慢嘅。預計咧按季只係會升5點子，而銀行信託產品受到限制，佣金收入亦都可能會按季咧嚟計係倒退嘅。花旗就提到啦，內銀股嘅估值咧當然仲係低，調高咗6間內銀股嘅目標價，首選係工行啦、建行同埋交通銀行。中行目標價調升到5蚊，評級咧就普遍都係買入嘅，唯獨係隻農行咧近排升得多啦，個評級方面只係持有嘅啫。今日股價方面啦，輪到隻交行啦，同埋隻中行嘅領風騷啦，股價升翻1%。招行開頭嚟講都唔係好喐㗎，目前又上翻23蚊，升緊咧超過1%嘅。另一方面留意翻啦，憧憬加成品油價啦，啲石化類股份做得相當唔錯㗎，儀征化纖急升成1成9咁多，上石化亦都係9%啦，亦都去到1年高位附近嘅啦。中石化亦都係破咗1年嘅頂位啦，做過咧最高位做過7個6嘅，目前7個5毫8咧，仲係升緊超過1%。汽車類股份方面有啲留意啊，包括隻東風集團同埋廣汽啦，有啲回頭跌翻2%嘅。事關咧就野村方面認為咧，廣汽未來個盈利冇驚喜，調低評級去到中性，股價受壓。但係華晨創新高啦，吉利汽車咧見到中午嘅時候亦都係上翻嚟，升翻2%。東風方面嘅章咧就係獲得呢個野村啦，就係調高目標價格去到21蚊，評級係買入嘅。主要係因為同業嘅估值上升，市盈率12倍咧都係合理啦。加上出年咧嚟緊個汽車銷售都係加快啊，所以前景咧仲係理想嘅。簡單睇埋啲風電類股份啦，事關12.5規劃今日會慢慢會公布噶啦。風電股有啲係炒氣啊，包括龍源電力升翻3%。即係東方電器都唔錯喎嚇，亦都有成啦，去到1年高位啦，升成3%，金鳳創新高添。12.9再見啦。本節目由上海商業銀行